咗 B 啊咁樣，想殺咗，或者都係想浸死，或者都係打死我。佢之後跟住游完半圈，佢又戚氣我，跟住咁樣，跟住就掟我落水，重複多過4次。近日柯煙收到讀者報料，指自己嘅小朋友喺氹仔嘉模泳池學游水期間，被一名男泳客發狂襲擊。男泳客捉住小朋友嘅雙手，不停舉高之後再用力掉落水中。小朋友嘅媽咪回憶起嘅時候，都仍然心有餘愧。係啦，小朋友就去泳池度游水啦，咁突然間有個男人咧就捉起我個仔咧，連續咧浸咗佢落水幾次嘅，咁我即刻已經嚇停佢噶啦。咁我係覺得個男人係突然間襲擊小朋友咯，但係當時救生員係完全冇做過任何動作停止或者制止，係其他觀眾啊家長都即刻喝停，或者岸上嘅男人即刻喝停嗰個襲擊者咯。嗰個男人就話個小朋友咧就撞咗佢幾次，所以佢好嬲，所以先至專登捉起佢掉佢落水。但係我問翻小朋友了解咧，佢就係同佢碰撞咗一次，佢應該係點錯上係其他小朋友撞到佢，就以為我個仔撞到佢咯。救生員係完全冇離開嗰張凳，亦都冇出嚟調停，亦都冇阻止個男人去襲擊我個仔，係靠其他家長啊或者其他在場人士幫手喝停嗰個男人。如果唔係，我覺得個男人可能想殺咗個仔，或者想浸死我個仔。男泳客被制止之後，事主當場報警。開頭對方都承認襲擊小朋友，但係後來去到警局之後，竟然唔認數。警方嚟到之後呢，嗰個襲擊者個太太初頭同我哋道歉嘅，又話泳池太多人，太多小朋友撞到佢，所以佢老嗰時興起。但係之後去到差館呢，佢就唔承認襲擊，跟住警方都係偏向想睇我哋會唔會想調停件事。雖然咧，尋日嗰個襲擊者咧就係表示話，因為太多人喺泳池度練水同教水，阻住到其他泳客使用泳池嘅範圍，所以佢就想報復。咁但係我覺得練水同襲擊人係兩回事嚟嘅。無論個泳池有幾擠擁，有幾多人使用泳池，但係都冇可能襲擊一個手無寸鐵嘅小朋友，同埋佢係對小朋友嘅心理造成好大嘅傷害咯。跟住其實小朋友成件事都好驚啦，因為小朋友都驚過阿叔會好似報復嘅心態啦。佢翻到屋企都瞓唔到，成晚都輾轉反側發噩夢嘅。佢不停話個阿叔好似想殺咗佢咁。同埋我覺得一個泳池點解短短一個禮拜裡面早幾日係有個女人係遇溺死咗嘅，跟住突然間琴日又有個襲擊，好似救生員完全都做唔到保護市民嘅責任。咁我哋都想知道政府喺呢方面究竟有咩事保障到啦？一個泳池點解短短一個禮拜發生咗咁多嘢呢？而琴日救生員係完全冇出動過任何調停，或者去保護到我哋泳客嘅安全。翻查資料，喺2023年巴波沙泳池曾經發生過泳池內傷人嘅事件，都係因為喺游泳嘅過程中唔小心碰撞到，後繼而引發起嘅衝突。事件導致2個成人以及5個小朋友受傷。我現亦都向律師查詢有關事件嘅法律責任，指出要視乎小朋友所在泳池嘅水深。如果對方係知道小朋友係正在學游水，仍然不停反覆將小朋友舉高再掉落水中，可能會令到小朋友遇溺，有機會係屬於或然故意殺人，亦有機會係過失殺人嘅行為。